主君，乡亲同乐比，大家来上比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慧君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哦，哎呀，今日又做得来，看到那个精彩的表演啊，又做得学那个传语。老师。伊啊吼，专门啊，逐礼拜来学一式啦吼，讲嘛有日要表演本爱看，表演出一个不搭不起的东西，半桶水的东西。嗰種藝無學講，然之後偏偏就會喺藝做啊。我能就好好看表演，好好主持，好好來講客話，好好將啲客家文化精神傳承俾大家，就做得嚟好冇？咁今日吼就好好來介紹評審先生。好，今日當歡喜，介紹呢 TV 陳美蘭先生、鍾春嬋先生、林思玲先生，哎呀，有3位先生哦。唔錯，今日麻煩咯。所以一個個來看天主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4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
送上东阳有种歌手客家时吹，哎呦，很厉害呢，董丽辉呢，客家时吹。我通常都看过安尼的比较大只的那种狮子。系啊系啊系啊。对，我很少看到好高好有基盘一个。我老人讲，你係傳統嘅客家時吹，因為吼有後面唔看，後面太頭，哦，四角錐，哦，你看，呢就係傳統的客家時吹啦。哦，唐貢演的邱主任有到現場，我們有請到邱主任。你好，邱主任，一團成立幾久嘞？差不多7年。唐貢替一個協會拿到青島冠軍的畢業過嚟係咪？除體驗因為較緊張，就會第3名，其他我都第1名。哎呦，哦，董麗輝，這個太棒了，這個是最高的一個榮耀啊，對不對？嗯，冇錯哦，夾夾來看，你嘅評審先生吼，有乜人有好興趣嘅？哎呦，像一定有興趣嘅，伊每一組都有興趣。係，我橋咧吼，動武強咗。看到嗰獅吼，嗰叫水獅啊，都想打拍嚟吼，係唔見見嗰粗隻，因為見到水體嘅吧，嗰係講要上樣，嗰個可能升住啊，水體嚟啊，嗰係會嗰鏘，也跟蠻冇簡單呢，對不對？需要節奏感，他們是靈魂人物之一呢，對不對？冇人過説，我做冇人過説，感覺冇人過説好冇，要按導演上吼。哦，冇唔錯，冇唔錯。夾來看一下，做的拿到15分的滿分莫老師請給分。你第一條線站在舞台上面，姐姐一直跟我講，點啊？係啊。拿到15分的滿分莫老師請給分。是15分，一致通過了。可以哦，頒發獎金。一定吼，表演都非常的精彩。什麼嘢呢？求助你。什麼嘢哦？哈，繼續你傳承我們的客家嘅文化啦。冇問題。好，剛剛你繼續來看下一組嘅表演哦。甜蜜幸福，阿婆咪咪皮的愛，從我跳舞讀書，愛愛阿婆嘅笑容，我請阿婆永遠愛，什麼你照顧愛，望見做得落你邊。
哎呦，重赏鼓励，掌鼓励啊！送上分享陈子怡。谢谢你哈。哦，按叫冇看到诶，哎呀来叫边按歌诶哈。哎呦，总开长啊，很慢呢。哦，生日你用一下太唔夾啦吼。唔低哦，時間過按鏡唔低哦，最近你無閒乜嘅？無限讀書，冇很讀書啊。哦又要升國中了。哦，但是他還是課業壓力比較大啦。哦，但是他還是有在外面表演，對不對？嗯愛表演，哎對呦，台灣人創嘅阿婆嘅書啊，嗯，阿婆嘅書，迄人自家嘅歌呀，嘿，係啊，單曲單曲哦。阿婆今天有來嗎？有，哎呦，然後舞蹈老師也有來。哎呦，舞蹈老師，舞蹈老師，他那麼會跳舞，原來是舞蹈老師。哎呀，國標對，呢？韓式時節搞到的經驗咩？對，他很會跳舞從大班嗯，哦就越來越棒了，越來越棒哎呀，了。你會跳恰恰、倫巴、嗯，街舞、鬥牛、森巴。鬥牛森巴？哎呦不，要再聽下去了，聽下去我們只會更慚愧而已。哎呀，會唱又會跳。嗯，哎呦我們趕快來聽講評好。好啊，夾夾來看，唐看啊，那哎個林我趕快來思玲，搶麥克風。至於啊，我跟他認識已久啊，呢種時候對呀小朋友印象動情。嗯你特別比賽就阿婆帶登來，係啊，係啊，辛苦哦啲講所有嘅事情啊，像阿婆對佢啊期望當過，佢本佢唱歌嘅學跳舞，也係要學樂器，對不對？對。一下你講阿婆帶登比，經過唔睇以後，你聽我記得，我揾帶阿婆一比，安尼好冇？好，係，今日公司這樣啊，看見你從頭到尾也是各位就用後生人、小朋友、年輕人的那種，他們的感受，好去展現對阿婆的愛。阿婆，我愛你，阿婆，I love you。好，經過呢至於帶登一比，就是依然按真地會表演，哦，今日成績我上應該嘛好，都唔會差。夾夾來看，你嘅評審欣賞，老師，請給燈。一朵分數嘞，14、13、嚇我一跳。好，謝謝。直接晉級啦，直接得到滿分了。周得得到，越來越棒了，越來越棒。都得得到繼續加油下一好嗎？好。好，斯莫尼，我哋繼續嚟看下一組嘅表演。
精彩。你係乜雞啊？你係乜雞啦？來過來啦！陳重亮，你好，你好。好好看哦。嘿呀，太你第一帅了条线站在舞台上面，姐姐一直跟我講，你嘛，嘿呀，佢細細差唔多1年生加2年生，嘿，去上日老公嘅節目。所以安尼嘛練呢，差不多19年哦。啊，你頭前表演嘅迄乜雞特技？那个叫晃管。所以從小的時間，你知道爸爸對你的嚴格，會不會比妹妹還要嚴格，還是跟妹妹差不多？当然会比他严格啊，而且他都宠他啦，比较宠他。哦，对，你兩下就第天師給前面抱怨，但是要抱一下。雖然說爸爸對女兒嚴格，其實還是有捨不得的成分。嗯，哎呀，來談一下陳老師，哎，陳米蘭，盧先生帶一個按優秀的特技團體哈，表演有一下子的，我看到你下哈，心臟很蹦蹦滾呢，看到哦，看到嘴巴巴誒，很危險呢。你有表演過跌下來嘅經驗冇？有啊，有受傷。有哦。嗯，現在就有一個傷，在腳上。哎呦。哎呦。這個是這一陣子受傷的嗎？對，前幾天。那你有沒有受傷？有，現在沒有了。好，現在沒有。好了。你認為這個特技最困難的地方是哪裡？很難的動作都要先克服心理的恐懼吧。哦，其實就是心理。冇錯。錯冇？傷太多嘛做唔得。嗯。冇去傷嘛做唔得，你怕危險嘛？真嘅。慶祝有可能做的是特皮哈。哦，對他瘦的，像團長這樣子，團長係咪對喺上時節保持到緊？牛幾天幾多？一場都是幾多碗飯嘛？冇啦，就特項節目嗬，愛獻菜。哦。你一門險啦，你100沙練到學不從5沙。係淘汰力動過。然後克服嗰個恐懼感，然後他的平衡感。哦，你當過上台橋咪做唔得。淘汰。骨頭硬應該也做唔得了嗬。係做唔得。鍾先生要骨頭硬喎。硬啊，唔會硬。哦。你話彎睇咧，頭腦彎下來叫睇。對對，就是柔軟度也是要有的。安尼張老師學安尼技術好好，還輕鬆。哎呦，好得解明呀來哦。做靠嘴巴吃飯就可以了。嚟老妹。全部就學了哈，我係家嚟嗬，我選到一下。咱的技術係創球啦，從魔術做咧下創球表演到80歲咗，你睇你做咧到90歲。哦啊，其實這個藝術的東西啊，就是來自於興起啦，吼，興起還有帶動我們傳承文化下去啦，吼。是夢人哦，剛剛你哋先來看分數哦，係唔係？買15分呢？老師請給分。都帶得到15分，冇發覺哦，那就會精彩嘅表演哦，這個就是一致的認同，都得到你嘅紅包6000條。嘿，是夢呢？哎呦，精彩嘅節目，你看。一個節目啊，吼，唔單止因為有跳舞啦、衝山歌的啦，還有細阿妹表演的特技舞蹈都搬上來的，恁鄉親同樂飛來嘅觀眾朋友，唔係啲看物嘅，唔係啲電物嘅，夾夾大天花來報名哈！唔錯，夾夾大天花，今日每感謝你3位嘅評審先生，是夢先生，是夢今日辛苦嘅場水仔，還有工作團隊們，是夢你鄉親同樂飛，大家來相飛。再見。